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澎湖的海啸真恐吓，随着水流甲季风，常常有千奇百怪的海洋的废弃物来出现。最近七米海峡就出现一台有船无人的幽灵船，会当看到这台船是沉咧浮咧，拄啊好就伫咧船只的航道咧漂流，影响到船只的安全。所以七米安检所已经请人把这个幽灵船拖转去江边来固定，暂时无去互弄到的危险。嘛来证实船顶确实是无人，初步怀疑是菲律宾的掠金仔船，顺着这个水流向北边漂流到七米海峡，目前当设法联络船头家来处理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